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780个本土病例，新北市16,906个上济，嘛增加48个中重症病人，12个人死亡。美国国务院网站顶头，甲本地美台关系小解，有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阁无支持台湾独立，甲这理据拢提掉咯。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5党的李明德感谢国界协助，嘛讲到中国爱伊零间谍罪，伊讲伊袂当出卖台湾。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5,780个本土病例，有48个境外病例，12个死亡。针对最近因为保险理赔造成急诊室乱象，今仔日保险业者因同意讲会当使用所谓健康证明来申请咯。指挥中心嘛表示，三大高风险族群快探阳性，经过医师的判断，会当来判断讲确诊，这嘛是符合保险业者的要求。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病例是50,780人哈，那境外移入48人哈，死亡个案12人。我们先前有说明过，在新北这边的孕妇本身有气喘、贫血等等这些慢性史哈，那怀孕大概30周，那很不幸就是在这个染疫之后哈，有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胎儿没有保住，那后来隔日那个孕妇本身也过世，那死亡的这个诊断哈是急性肺动脉栓塞哈，那也有同时合并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数位健康证明的里面哈，那它其实是有分这个你检验的项目是什么哈，那有提供到底是 PCR 验的还是快筛验的哈。那目前就是因为我们在快筛验阳性的这个部分，都还要经过医师来做这个确认哈，所以以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我们也会认为说，它也类似像当初保险公会所要求的，就是经医师诊断证明啊。国内的急诊室目前因为等要做 PCR 检验的人真多，医护人员的负担是真重哦。今仔早起，指挥官陈市长嘛去卫生福利部的台北病院实际了解。陈市长表示讲，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大部分拢是轻症，所以急诊的分流是非常的重要，唔通去影响到正常的急诊哦。有民众反映讲，应该加设一寡采检站，陈市长嘛强调讲，若是地方政府无法度应付，中央会来协助。需要采检才来这里啦，因为他们小朋友几乎都现在。为了避免急诊采检 PCR 大塞车影响医疗的量能，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拜2早起亲身去卫福部台北病院视察急诊分流的情形。囡仔若是有急诊的需求，会当透过儿童绿色通道优先提供因体检，予医生看，也有提药等等的服务。可能的病人在外面等。好，那然后小儿科的在门口直接可以进来，那正常急诊病人直接进去。那我刚才到里面急诊室来看，那急诊室里面也可以照顾比较多的病人，井然有序。陈市长表示，即卖新冠疫情主要畏团的病毒是奥密克戎，致死率无像去年流行的 Delta 遐尔悬，而且围着的人有9成拢是轻症，为着做 PCR 拢爱去急诊的，所以急诊的分流就真重要。另外，有确诊的民众投诉讲，居家照护透过视讯予医生看，所提无抗病毒的口服药啊。但市长强调讲，药啊一定有够额，当地拍片配上去社区的药房。我们大概在 Paxlovid 我们大概是3%多的一个储备量。好，那整个社区里面现在已经放下去27万人份。好，那这一定够。那现在怎么样让发配药物的效率能够更高？好，那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一个方向。针对民众反映讲，希望会当增加社区的体检站，来消透急诊采检排队的问题。但市长指出，会鼓励地方政府开设，若是有需要，嘛当由中央来设采检站。不过这是治标无治本，要是爱分站来处理。地方的量若是无够，则阁由中央这边来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左营海军官校，有民众讲，较近甲居家隔离的学生啊，拢伫同一栋大楼，也毋过所有其他学生啊去内底甲朋友开讲哦。军方是强调讲无即款代志。另外，军方嘛证实讲有一个伫东沙群岛侧边的查某阿兵哥确诊。
拍开的大门，看到媒体赶紧关起来。高雄这样区的海军官校，互民众指控，甲确诊者还有快筛阴性的居家隔离者，当伫咧同一栋大楼，所无严格禁止其他的学生去这个大楼开讲，敢若是出现着封街破口。因今日徛假讲无听到这个状况，毋过确实会烦恼。学生若是算了受过凶，会袂记封街。学生嘛，不可能像我们这大人都会自己说距离保持一下那小朋友就是玩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戒心了。引导有挂口罩咧，混人啊、运动这你都不知？有啊，有挂口罩。伫咧军区做工课的外包工人讲，天气若是热，嘛是共款的互要求爱甲喙安挂好。海军司令部表示，海军官校各项的防疫作为，拢照着中央、国防部还有地方政府的指导来办理，无民众所指控的状况。但是国防部嘛，伫咧例行的记者会当中，承认东沙群岛有一名女官兵确诊着新冠肺炎。在第一时间，我们就做了快筛，以后啊，发现是阳性。那么就立刻启动了这个重点疫调、就地隔离、快速的筛检跟立即照护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续的应变作为。那么目前啊，他的匡列的接触者都是阴性。国防部表示，因为女官兵所匡列的接触者拢是阴性，已经就地来隔离，嘛强调因确诊的官兵真侪拢是轻症，还是无症头，因会持续要求着各单位都要落实着防疫的要求，办理着就医、隔离、清消等等的作业，才会当维护着国军的战力。记者王刘婷、并交款口正准高雄报道。再来看美国国务院官方的网站，美台关系小解本地是写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甲无支持台湾独立。也毋过，即马这个字句拢提掉了，增加6项保证甲一中政策。外界认为讲，这会当看作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无改变。学者分析讲，实际的政策是变动无大，看起来嘛无去达到中国的红线。点开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美台关系小解，伫册5更新未少内容。除了介绍台湾伫民主实行真头前，甲科技的重点，嘛是美国伫印太区域真重要的优势。差别就是甲进前的版本，大为头写美国认知中国的立场是敢若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佫有甲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等等的二三图。新增加美国徛伫台湾关系法、美中3联合公报，甲6项保证一中国的政策。他们强调美国的相关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也看到，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重新恪守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对台承诺是坚若磐石。美国强调一直依循一中政策，不过甲无支持台独的二三图引起关注，敢是代表未来对台湾的政策会有改变？前外交部长田建仁认为讲，虽然内容有调整，不过无脱离一中的政策。学者嘛认为讲，这个调整敢若是更加符合拜登政府对台湾的讲法。这个动作事实上跟美国的战略政策是这个一致的。过去美国在定义台海政策的时候，不会把6大保证放在里面。那这个方法其实也不是从拜登开始放的，而是在川普执政时期。那拜登上台之后，这方面是萧规曹随。李大中分析，这个月阳讲是美国的印太月，加上拜登特别去访问日本甲韩国，也佫有4方会谈，这边很拢会讲到台湾的议题。这个时阵，甲国务院官方网站的字调整做是拜登上任以来对台湾官方的讲法，嘛是展现一种态度，要强化甲台湾友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5党的李明哲，顶个月放出来，嘛转来到台湾。今仔早起，甲伊的太太李静茹开记者会，感谢各界的协助。因翁仔某是认为讲，未来要救治中国的政治犯，上好是利用国际救援，过程中愈公开愈好。两翁仔某亲身一鞠躬，感谢各界关心甲协助，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5党的李明哲，刑满出狱转来台湾了后，10号举行记者会，讲到过去伫中国做领导工作。来协助政治犯啊，佮因的家属去逮捕的代志。李明哲讲啊，这办案人员一度是以监察罪来动罪方向来问案。不过，伊真感谢伊的太太李静茹，向国际寻求救援，才会当互伊安全回来到台湾。也正因为我妻子始终采取积极的国内和国际救援的行动，我最后才得以判5年的徒刑。不然我有可能判到7年、10年，甚至无期徒刑。依照中国官方的当时对我的说法。
李静茹讲这段时间来是真无做，嘛唔知影讲李明田敢有法度安全倒转来，嘛唔敢想讲敢有这一天会出现。伊是特别感谢前民进党主席习近平一个会下协助，思考要哪伫兼顾人身安全，个国家尊严之下，甲人救倒来。因为压迫者只敢私下凌虐，他们绝对不敢公然施暴。营救的工作越公开，对受难者越有安全保障。特别是国际的救援行动，会使受难者的能见度大增，倍增安全度。另外，嘛有人关心李明田未来敢会来参选。李明田讲伊是无政治的野心，敢若想要甲伊的太太转来到过去的正常生活。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继续看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甲其他的军舰这个月初对东海进入西太平洋一路落南展开军演，离台湾上近只有300公里哦。咱国国防部是强调讲，咱拢有掌握军舰的动态。咱国国军对今仔开始伫东南部的空气嘛展开连续4天的飞弹射击，中共的军机伫早起就是飞来咱国的东南空域。中国航母辽宁号的动向最近引起大地关注。月初为东海进入西太平洋一路落南操演，出现伫台湾东部外海，离台湾300公里，离日本石垣岛最近也有160公里。辽宁号伴随驱逐舰、补给舰展开舰载战机、直升机起降训练，加上强机最近定进伫咱国东南空域，外界认为不排除甲辽宁号进行海空联合操演。我们对于中共的各种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的一个原则进行评估，也列入敌可能行动拖延好。台海局势相关，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正掌握中共机舰的动态。辽宁号的军事行动互放大检视，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伫5俄冲突失败，互强军反思，加上国际强化挺台的力度。辽宁号这摆大动作的操演，也带有威胁日本、经过国际的政治意图。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家事，你外国你不配管，他无法远航，他只能在这附近打转转。你太远，如果说超出你的携带的油量啊，那你就没办法去。横跨做广大主力的东部战区，顶日才伫台湾以东甲西南海空域进行实兵操演。拄啊结束无偌久，中共阁宣布初10开始伫南海有军演。专家认为，中国反制美国的意思真高。国军继续强化无对天的作战。初10起，连续4天伫东南部海域进行飞弹射击，射程超过200公里，范围向外延伸超过6度加南斯，典判是严整向山甲向地精挺型飞弹。大体注意的就是强军早起就派强机进入咱国东南空域，时机真敏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4月初2，台铁的德鲁古号并车的事故，今仔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嘛公布5分外钟事故动态模拟的影像，还原4月初2迄天的情况哦。这份报告嘛指出讲，台铁的工程常常借牌来投标问题是真严重，这嘛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他借牌投标之后呢，但是因为呢他的履约能力不足，所以就造成说这个工程延误的这样子一个压力。那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另外也发现，因为这个施工厂商呢，他本身是工地主任，但是在营建法里面呢，工地主任不能是营造业的负责人。那我们在这里面有发现说，工地主任跟营造界的身份，这个双重陈列的身份是违反营造法。那我们也发现说，包括台铁、包括专管还有监造都没有在任何记录里面发现这样子一个身份重叠违法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调查里面呢，我们另外也看到了说，公共工程委员会还有营建署这边有4个系统，它其实在这个界接上面跟钩机上面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这份报告嘛指出讲，交通部台铁局对
并无做好督导哦，甚至是工地部门门禁的查缉嘛无落实。运安会主委杨宏志是建议讲，代替目前阁有300个工地无排除嘛，可能有危险哦。建议爱明确区分铁道安全监理、铁道工程和铁道营运权的责任。再来看捌担任过国民党立委、国民党的民进党前主席。民国党的前主席柯清盈今仔加入国民党，有风声讲哦，伊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新竹市长，也毋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否认。含少年人虽然也极权主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国党的前主席徐兴莹做伙来欢迎100个少年人加入国民党。外传朱立伦伊想要派徐兴莹来参选新竹市长，不过朱立伦伊否认这件代志。徐兴莹伊是讲，即摆也未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些都是误传，都是谣言，都完全没有事实。新颖今天回到国民党，没有为年底任何选举而来个人的打算。他会是我们年底的助选员。在国民党最挫折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温暖，助他一臂之力。布局新竹市长的选举，国民党伫在地望来杀出新竹市议员林经仁参选。国民党立委郑正廷伊嘛是准备一段真久的时间，访问着讲徐兴莹有可能是未来党内竞争的对手。郑正廷伊讲，相信国民党会来杀出上介强的人来参选。欢迎所有认同国民党理念的人呢，都回到国民党，或者是重新加入国民党，其实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哈。因为我想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让所有在野阵营大家都能够结合在一起。民进党出战新竹市，有可能的人选包含行政院政文顾问郑鸿辉、新竹市议员李延辉、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民进党会以征调的方式来决定人选。因为我们上一次中执会才通过变更基隆跟新竹改由这个依照这个相关的办法来进行征召嘛，那所以呢也仍然是由选对会跟这个主席他们来积极的依照我们的期程来进行争取。新竹市长的选举正做年底的选举，各界拢想要超整的所在。除了讲拿力正立接来咧备战以外，民进党嘛杀出立委高虹安来上阵，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嘛正立接咧备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伫2019年的11月份通过汉生病病人家属的补偿办法，台湾嘛有8病人的家属摕到补偿。陆生自救会是指出，甲日本政府比起来，咱台湾政府应该爱检讨。台湾、日本、韩国的律师团代表伫线上做伙发起跨国人权行动，要替早年汉生病人、向强制隔离对咧受苦家属争取尊严。日本政府2019年11月通过汉生病患家属补偿法，互不同政策的补偿扩大到家属。台湾毛病患者的家属得到补偿。陆生保留自救会中心，当年国家错误政策是非常不人道。甲动物园同款啊，都好食好大安就好啊。这是国家绝对唔对的所在，是最无人道的所在。尤其是断根断种啊，吼，这个抑个较无人道。台湾律师代表团指出，虽然国内已经有汉生人权补偿条例，但错误的隔离政策家属嘛深受其害，呼吁国内政府比照日本政府来立法。他们跟他们的骨肉其实是分离的状况，然后在这个社会上遭受到不论是国家或者是社会的各种的歧视或者是差别待遇。陆生自救会会长李添培呼吁台湾政府反省家己，是毋是有落实对患者的道歉甲照顾之意，兼顾民主修宪甲义民安居等事项，然后做到才是真正互过去性命苦痛，成为人权史上深刻的教训。记者林桂俊台北报道。过来厝价一直起哦，租金嘛是低起，立法院要审租赁条例，有民间团体甲国民党团就开记者会，望讲会当赶紧来通过这条例，建议租厝是个登录制度，互租厝的市场公开透明，来减轻民众的负担。最近这几年的厝价持续咧起，连带造成细厝的租金对咧压悬。根据主计总处发布的租金指数显示，国内租金已经持续起133个月。
早起民间团体甲国民党团赶伫立法院租赁条例审查进程召开记者会，希望租赁条例会当审查通过，降低税厝的人的负担。在现在目前租屋市场，除了租金的问题，除了税的问题以外，过去的租屋条例事实上是比较轻租屋产业条例这样的一个方向为主，那对原来的房客的权利义务保障非常的缺乏。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台湾税厝徛的人差不多有100多万户，虽然目前报税制度内底，税厝徛的人会当甲租金的支出以列出来方式来扣抵所得税，扣除额有12万。不过大部分的厝卡烦恼厝主会来阻挡，所以差不多拢无申报。建议修正所得税法，以特别扣除额来认定租金的支出，而且将租金的扣除额提悬到30万。而且目前税厝的市场也是以厝主家己税人为主，租金的计算拢是厝主家己咧花的。税厝乌市的问题是一定要伊的议题。台湾大概有100万个家庭在租房子，可是依照财政部的资料呢，只有2.7万个家庭有来报租金的抵税，因为我们现在的扣除额只有12万块，意涵呢是每个月只有1万块这样的事情。那样这个额度呢，事实上是根本是不符现实的。民间团体呼吁政府，除了伫短期内爱赶紧修法，降低税厝的负担，保障税厝的权益，嘛爱赶紧建立税厝实价登录的制度，免立管买税人的厝，互租金达到有会当参考的行情，互税厝的市场透明佮周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逐天拢在排队要买是命济快台汽车。前副总统陈建仁最近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就讲政府的快台汽车开始准备了无够。为了要解决快台汽车真歹买的问题，有台北市议员就发起快台互助会哦，要先把快台寄予有需要民众，等民众买到才行转来就会当。先将相处消毒，搁详细将快台汽车分装好，准备要配送予有需要的民众。国内疫情升悬，较增加隔离人数快速提升，地区快台汽车的需求量大增加，市面上会当讲是真歹买到，所以有台北市议员发起快台互助活动，提供予有需要的民众。互信互助的方式，然后有借有还，让爱循环，可以一直不断的透过我们的力量，让快筛可以送到有急需、有急用的朋友手上。可能因为前3天都在隔离，他甚至没有办法出去排队买快筛的情况下，第一步的空白，我们来帮忙补足。他在取得他的快筛实名制的快筛剂之后，可以再把这样子的快筛回收回来。所有完了后，民众未来一旦摕到政府发放的，也是家己买的快台，就会当摕倒转来一支。这个活动有计伫台北的8个行政区办理。过去2年，台湾的防疫表现几啊摆得到国际肯定，不过最近煞面临Omicron疫情侵袭，确诊人数增加。前副总统陈建仁伫接受英国《卫报》访问的时阵，虽然认为将清零转做甲病毒共存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也讲政府的快台准备量是不足的。你要全民上场来打仗，你连钢盔都不给人家，你的武器都不给人家。中央这个指挥中心应该要将快筛试剂下放给地方政府，他们最清楚哪边的行政区最需要快筛。民众党也呼吁政府相关单位爱重视防疫乱象，佮赶紧提供充足的快筛甲有效的纾困措施，才袂去互民众、产业甲地方政府感觉唔知影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65岁以上的老大人第3档的注射率台南是6都上低。台南市政府宣布讲，65岁以上的老大人只要来注疫苗，就送2支的快台汽车。手比起来，疫苗注落去，工作人员把注射卡佮有2份快台剂交予民众。本土疫情长咧滚价，快台多好会当升65岁以上的时代，赶紧来注疫苗。要送当然是好啊，他们去排个。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疫苗接种的人数大概只有3-4千人，好，那我觉得其实要这样它拼覆盖率实在是很辛苦。卫福部统计，6都内底除了台南，其他5都65岁到74岁的老人，第3档的注射率拢有70%以上，75岁以上的老人也有60%以上。敢若台南分别是66.5%甲52.3%，是6都内底上低。为着要鼓舞注射，
台南就推出时大注疫苗送2份快筛的方案。年满65岁的话，如果在外面的诊所或者是在我们卫生所有施打那个新冠肺炎，不管是第1剂、第2剂还是第3剂，只要在3天内都可以来卫生所领取。有民众是找到活动开始进前就注过疫苗，未当领快筛，是真失望。这个很麻烦的，真的，这个太不应该啦。领无快筛，互阿伯小可袂爽。不过黄伟德强调讲，65岁以上的时代是武汉肺炎的高风险族群，转中重症的几率也真高，也是呼吁时代赶紧来注疫苗，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表示讲，因为快筛试剂已经真普遍了，所以社区快筛站要取消，快筛阳性民众当直接去病院做 PCR 的检验。为了因应家用的快筛试剂，小连锁铺货到各大药妆店甲超商。花莲县卫生局初到下晡宣布，社区控管的快筛站为初10开始正式退场。取代是国营病院伫急诊室外口设立的 PCR 采检站，民众只要家己做快筛验都是阳性，就当去做 PCR。在北区、中区、南区，每家医院都有做这个快筛 PCR 的筛检站。那另外在门诺医院跟慈济医院都已经成立了所谓防疫门诊，也就是说，如果你拿了家用快筛阳性，的4剂过去之后，可以直接看防疫门诊。不过今仔日早起，药房也是买无家用的快筛试剂。药房表示，目前也是每一天分配到78份，民众怨叹讲，若是肯往去排队就买无。早上就大概从接受收件到结束，大概10几分钟就结束了。是可以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但是民众还是买不到快筛剂啊。另外，学生的快筛试剂是由学校分的。花莲拢总设立15个中心学校，负责发2000支。到目前为止，已经发予9间学校，拢总912支。爱透过联名册才会当来领。我们中间学校就是必须每天按照各个学校来领取的数量要给人家。那业务量会不会变很大？当然会啊。卫生局强调讲，目前各间药妆店还有超商的快筛试剂还佫伫咧铺货，这几工仔就会小连锁送到位。原本社区的采检站以后伫各乡镇，还有各间医疗院所轮流的情形之下，就会结束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顶礼拜四宣布，讲要开放大专，会当进行1礼拜到2礼拜的防疫授课演练。刘伟单朝华早起公布一份调查，有8成8的大学生希望讲这学期结束进前拢线顶上课就好，毋来当减少为着病风险，嘛省掉真侪交通的时间。考虑到防疫令令，台大、台师大、台科大、文化、原治、中正等等的大学，初九开始全校演练线顶上课2礼拜，互一寡北京学校学生是感觉真心酸。我第1节课如果是远距，第2节课是实体，那10分钟我觉得是赶不到学校啦。那代表说我其实还是要在同样的时间到学校。有线顶上的个实体课程，学生要通勤实在无方便。有学生认为，大学生的课程甲行踪拢较复杂，感染的风险真悬。立委陈昭华就公布一份超过80间大学1800位学生做的网络调查，有88%的学生希望全面改做线顶上课到期尾，有9.5%希望实体甲线顶的课程拢爱有，2.2%希望维持实体课程。上网查，明天我的课到底要留在家里呢，还是要去学校，甚至还是要留在租屋处？所以我的想法是，教育部应将全体学校的课程改成远距。教育部表示，真正有听到学生的意见，开放大专演练1礼拜到2礼拜的防疫课程。若准学生甲老师达成共识，就会当线顶上课到期尾。学校要规划做这个全面的远距或什么，也可以提出相关的规划。部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疫情的这个应变的小组。目前演练线顶上课的大学，若要延长，就要甲规划通报教育部。若准全校要全面线顶上课到期尾，就要甲教育部应变小组来申请。时代力量就认为讲，教育部无应该发大学自治的口号，煞搁做一寡甲大学完全倒并的决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乌克兰组织法案，要增加提供对乌克兰的军援来对抗罗西亚。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昨嘛甲德国的总理肖兹实行会谈，嘛强调讲中国一直拢是徛伫和平的一边，嘛支持所有对乌克兰跟罗西亚和谈的拍拼。
美国总统拜登找到伫个白宫的亚能型办公室签署编号 S3522，也就是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助救法案。这个法案会扩大来帮助美国加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Every day, Ukrainians pay with their lives, and the cost of the fight is not cheap. But caving to aggression is even more costly. 美国众议院伫个4月底以压倒性大多数来通过乌克兰版的助救法案，即马过来甲送予拜登来签署。这边的这个更新版本内底，除了讲直接援助乌克兰的政府甲军队以外，嘛协助波兰这个受到俄国威胁的国家。俄乌战争已经来到第11个礼拜，就算讲俄国的总统普京，伊伫个初九胜利日即天，无宣布讲要扩大战争的规模。不过，乌东战事同款是真安斗。也那乌克兰国会人权委员会嘛讲，最近有120万的乌克兰民众从强迫送去到俄国，其中包含有2万的囡仔。也那对马利波特里的民众嘛有2万人，从送去乌东的集中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个初九和德国的总理肖兹来举行视讯对谈，强调讲会支持国际社会促成俄乌和谈来拍拼，避免冲突侵权。伊另外佫强调讲，中国到底拢是徛伫个和平的这边，同时嘛暗示美国、欧洲的安全应该都爱掌握伫个欧洲人的家己的手头。也那一直主张对俄国采取强硬抢大制裁的立场的立陶宛。因的外长伫个美国华府接受美联社专访报道的时阵，强调讲，会互西方国家甲民国伫个未来免受到俄国威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爱促使俄国的政权来轮替，爱改变这个俄国对外侵略的本质。Putin might be changed by his, inner circle, but another Putin might rise into his place, and so as long as the regime would intend to wage wars outside Russia's territory is in place,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it are in danger. 立陶宛是3个波罗的海国家之一，一直烦恼讲家己是毋是来争做后一个乌克兰。伫个这边外长伊公开呼吁讲，俄国政府就爱轮替，已经是超出北约民国的表达言论的寸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新闻界上大奖普利兹奖今年公布今年的得奖名单哦。华盛顿邮报因为报道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包围美国国会山庄的报道，得到公共服务奖。另外，《纽约时报》调查5角大楼的秘密档案，挑战美国伫中东战争正当性的报道，是得到国际报道奖。今年的特别奖是颁予坚持伫岗位报道战争新闻的乌克兰记者。2022年普利兹奖初九公布得奖的名单，评委会表示讲，华盛顿邮报以互人信服，也佫有信道的这个述事话令来报道讲，去年1月初6，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因攻击国会大楼的事件，来摕到公共服务类的奖项。《纽约时报》是今年上界大的赢主，伊报道美国各地警察乱砸车辆致死案，还佫来得到国内的报道奖，和特约评论家因的艺术文化整作者的文章来摕到评论类的奖项，还佫有得到国际特别报道奖3大奖项。And the prize goes to the staff of the New York Times for courageous and relentless reporting that exposed the vast civilian toll of U.S.-led airstrikes, challenging official accounts of American military engagements in Iraq, Syria, and Afghanistan. 普利兹奖红讲是新闻界的奥斯卡，这是美国新闻界上悬的荣誉。这是照报业的出名大粒女普利兹伊的遗愿来办理的，从1917年开始来颁发。今年的特写摄影奖是颁予一群路透社的记者，因来翕这个印度的新冠疫情的相片。也那特发新闻奖是予迈阿密的先锋报。And the prize goes to the staff of the Miami Herald for its urgent yet sweeping coverag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hamplain Towers South condominium complex, merging clear and compassionate writing with comprehensive news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另外，普利兹的委员会也佫特别来表扬乌克兰的记者，因伫俄乌战争的时阵，共款刷咧来报道，展现出因对战争的勇气、严硬，也佫对真实报道的隐私，所以来得到特别奖。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菲律宾总统大选总投票，当地非官方初步开票的结果显示，讲前独裁者马可仕后生小马可仕已经摕到超过3300万票，领先对手2000万票，嘛已经超过当选的门槛咯。菲律宾总统大选初到举行投票，根据菲律宾非官方即时算票的结果显示，前独裁者马可仕因后生小马可仕。伫已经开出96%的选票内底，摕到超过3050万张的选票，除了符合当选的条件，嘛大幅度领先伊的竞争选手，也就是现任的副总统罗贝多等人。这是马可仕家族经过36年了后，重新搁掌握权力的重心。Na yung inyong tulong ay hindi magsawa, ang inyong tiwala ay hindi magsawa, at dahil ay marami po tayong gagawin dito sa ating hinaharap. Alam kong hindi madaling tanggapin sa inyo ang mga numerong lumalabas sa quick count. Hindi lang panghihinayang, kundi malinaw na pagkadismaya ang nararamdaman ng ating hanay. 菲律宾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人，这届大选有65745529个人完成选举的登记，是菲律宾历史上的新高。在台湾，拢总有72503个菲律宾的公民来登记投票。为着避免因为防疫措施去牵着投票的时间，投票所开放的时间为台湾时间早起6点到暗时7点，拢总13点钟。投票结果上班会在6月初3进行公布。他们每个人要投票投30分钟，在那边填写，因为他勾的弦很多，所以他是用教室位置，然后每个人在坐在位置上填，然后来扫描。所以基本上，他那个防疫老实讲是没有把它距离拉得很开。这届菲律宾的大选会选出正副总统、参众议员，也有地方的官员等等18000外的民选的公务人员。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指出，菲律宾的人口甲岛数真侪，真侪移工拢伫外国咧食头路，所以这届伫台湾举办的海外投票，嘛当互台湾来正做参考，因为咱国内前到今也无实施过无在籍的投票、甲海外通讯投票等等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新闻来看，受到疫情影响，台中正出名的永丰站酒店传出欠员工薪水哦，业者是表示讲，因为疫情财务压力是真大，董事会长的总钱，卖甲员工来协调，薪水会合办法，也毋过绝对会发。饭店人员照常上班，毋过台中市5星级的饭店永丰站，风声讲欠员工薪水。有员工到打3月份甲4月份的薪水，拢也未退到，规气死头路。每个人的家里的状况本来就都不一样。如果有的人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接受啊；如果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他要另谋他职，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员工讲，饭店伫农历过年了后发薪水的状况就无稳定，有人甚至3月份甲4月份的薪水拢无退到，因安尼向劳工局申请调解，真侪人也规气死头路。饭店表示已经和员工咧参详。董事会也拍拼咧总钱。的确，现在是有些困难，因为你看这个疫情影响到整个我们的旅游客人都不进来，商务客人也不进来。那我们员工这么300多人之下，这个整个的营运费用是非常高的。永丰站酒店1997年开始营业，伫市区繁华的地段提供顶级的服务。饭店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300多间房间内底，敢若3成户住门，收入是大减少。去年就3届延前发薪水，目前也是还未发，因唔承认有欠薪水或者是死员工。不过最近确实有真侪人死头路，员工也对340人落到200人。台中市劳工局也要进一步调解。调解会上同意给付工资、加班费等事项，并自5月10日起分期给付。劳工局表示，目前有4个员工申请劳资调解。资方答应讲，伫这个月提早开始分期付薪水，另外也要派人检查，若是有发现欠薪水、欠加班费这寡代志，会按照违反劳基法，上当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婚姻的往来大出路，也毋过因为疫情，今年往来外销的量至少减少1/3。婚姻县政府嘛，当3共农民甲加工，佮引入业者来合作，要甲在地往来找愈较侪出路。一位电话人员未将往来分级，这日5月开始运营往来产期，
全军营财政往来面积374公顷，会当收成19700吨。但今年受到疫情全运等影响，往来外销量比往年更加少。产季已经延后，所以我们现在算是较大出啦，量会比较大一点。对，只是说今年因为船班船期的航运的比较长，或是delay影响到我们的水果的品质啊，应该慢慢的业者跟船运跟那些船班应该会慢慢的去克服啦。文管府农处表示，今年往来外销量至少减少1/3。但有着要推广县内优质往来，县府每下产地加工和饮料业者进行合作计划，将云林在地蔬菜往来推广行销。我们预估今年的采购量应该会在80到90公吨左右，一直是用台湾的一个水果来做采购。那希望说我们支持台湾的这个果农。这次媒合一些知名的一些饮料店，我们也在县府的做一些团购的一个帮忙请他们就是请一些企业团体来帮忙团购。后续我们也可能会再去一些休息区或是服务站去做一些控理的一个行销。农处表示，目前云林产地往来价数每斤10块至12块，价数维持阁算稳定，但刷来往来大出，希望为产地到末端的销路有完整的规划，帮助农民有稳定的收益，消费者嘛会当食到安心的蔬果。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宜兰县东山河清水公园温泉区的草案，目前已经送交通部观光局的审查了。也毋过有团体是真烦恼，讲温泉的资源会过度开发，卖先来财团来查土地。小复活的温泉是宜兰县观光重要的资产，遍及大溪、三星甲、圆山等乡镇。最近宜兰县政府经过探勘了后，确定国际向东山河清水公园涂骹底也有温泉资源，所以规定东山河清水公园温泉区草案已经送交通部观光局审议。毋望照着温泉资源，所在清水公园热天、寒天、大细月游客差距，也毋过地方却出现两种声音。一透出来以后，整个将来会大家来炒地皮，土地变更，然后这边又变成商业区了。单单局限地清水公园范围内底，伊单单要设置泡盖部，迄个效益就会大打折扣。好树仔微调的所在，就是公园内的温泉探勘站。经过县府探勘，东山河清水公园温泉属于碳酸氢盐泉。泉温大约是52.4度，维设范围是16.42公顷的公园范围内的公有地。也毋过地方有人烦恼，若讲范围伤大，会过度开发有限的温泉资源。希望打造像日本京都的温泉小镇，也有人希望会当像大溪同款大规模开发温泉饭店，为东山河带来更加侪的观光效益。推动一段期间之后，我们也会滚动式的来检讨这个范围是否有整个在持续的往外来推展扩大的一个可能性。县府讲温泉区通过划设，未来会考虑永续经营总量管制、公平性、参无甲民情利等原则，一步一步检讨温泉区划设范围，甲会当发展的总量。另外，划设范围后续顺利经过中央通过了后，会随时检讨，看敢是有扩大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几天伫平湖有来游客伫咧唱水时互抢走，虽然最后是有救回来，也毋过有志工检举讲这个人是违法去掠零虾，农业局是表示讲会来调查，违法上最是当罚款30万。海洋起起落落，几下名唱水客互海流冲走，伫海中浮浮沉沉。海巡人员继续稳步作业，返航途中拄好看到这一幕，展开救援，成功将人救起来。迄当时事发地点是平湖地头市西方0.8海里，也毋过最近有海洋志工检举这男名唱水客涉嫌违法掠龙虾、满头虾，数量至少10公斤。这6位呢都是一般的潜水客，那么他们所采集到的渔获物呢，我们会依据岸巡队实际如果有送我们农渔局这边来做裁处，那么它的渔获量呢，我们会再来判断。他这个行为呢是在哪个地点，有没有涉及使用潜水器？一般民众若讲以自用的高楼受尊者使用唱水器射击掠鱼，农渔局表示，无管是什么款的渔获物，拢可能违反渔业法，相当会当罚30万。也毋过，即摆唱水器防指控涉及违法掠鱼。迄当时再上游艇后发现是平湖科大学的海洋渔夫。下方这边的立场就是对于
这样的行为哈，也是同声谴责。本校跟 PIDC 双方是有签署所谓的产学合作，业者要在他们下水之前就要进行详细的告知啊，相关的法规啊，避免这些不法的行为。澎湖科大指出，海洋二号几年前，甲一间国际创水中心签三角合作，提供使用，也毋过若讲违法，就已经违反契约。另外，创水客敢是以观光的名义钓国鱼掠鱼，敢有涉及不法？海巡甲农渔局将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枋寮的艺术村哦，是古早代替的宿舍改的。前一站有办一场大型的反战的展览哦，现场嘛用一寡蓝色佮黄色的鸡龟啊，佮有反战的标语来表达支持乌克兰。咱做伙来看卖。满满的黄色甲蓝色的鸡龟啊，也佮有反战的标语海报，这是屏东的北省枋寮艺术村，为着支持乌克兰，专门来办的大型展览。我们台湾人其实心地都很好，所以都是会有很大量的声援哈。那我们是希望说，除了在金钱上的支援之外，其实也可以带我们台湾人去想说，那为什么会有战争的这件事情？枋寮艺术村因过是代替的旧宿舍。在地艺术家甲所在做来经营已经20多冬，不过伫咧2019年的时阵，县府宣布要交予乡公所来管理，造成交接的空棚，艺术村就安尼荒废一冬外。一直到2021年，由北省文创接手推动北省枋寮艺术村，重生了后，头一场大型展览就是要来消停乌克兰。我们在这边也会邀请每一个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游客呢，一起来写反战小卡，大家一起来反思战争带来的影响，以及人类为什么会有战争这件事情。另外，园区也透过举办音乐会、论坛等等，若是用金钱声援支持乌克兰，进一步来带领民众思考是安怎会发生战争，希望这款的悲剧唔通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二林国中哦，一学生啊，伊国小就考到街头艺人的证照，伊真够拍鼓、跳舞嘛真内行哦。前一站头摆参加台中市国际街舞比赛，就摕到真好的成绩。看这拍鼓的曲势，佮听到边仔观众的呼啊声，就知影这个查甫囡仔的表演是真精彩。人咧讲，英雄出少年。咱新友自细汉对音乐就真有兴头，除了拍鼓，伊跳街舞也是同人学乐。我同时喜欢那么多样的乐器，那么多样的运动，是因为我觉得，这几个运动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对，那既然我决定了我要迈向这个方向，那我自己要先努力嘛。美丽的脚手对音乐咧跳，伫大家面头前表演，对伊来讲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伊嘛一直拢真拍拼，要证明家己的能力。不过，伫追求梦想的过程，嘛捌受到因妈妈的阻挡。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我也有极力的跟她反对过，因为我觉得要身兼很多的才艺，我觉得会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她还能够把自己的课业还是能够经营在班级的名列前茅。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态度非常谦逊。迄边卡徛久就是你的，国小就摕到街头艺人证照的伊，希望未来会当延续对音乐的这份热情，有一天通伫国际舞台上表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巴西举办的听众奥运，阁有好消息咯！咱国选手伫25公尺火药手枪的项目，搁再摕到一块铜牌。咱国女子选手高雅茹伫25公尺火药手枪顺利进入决赛，也毋过真可惜哦！伫决赛所发生3届的卡单，最后是以25分摕到铜牌。高雅茹伫这届的听奥摕到一块银牌、一块铜牌。目前哦，咱国的代表队计共是摕到2块银牌、5块铜牌，奖牌数是排名世界第27名。再来看全国高中以下有将近15万的新种的特教生，教育部目前嘛针对特殊教育法的修法，有特教老师就呼吁讲，修法的方向无应该以障碍别来区分学生哦。教师团体嘛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来听第一线教师的意见。
下课的时，特教生伫一般学生的协助做伙来活动。目前，规台湾高中以下有约15万的新种特教生，为着要来保障特教生的受教权，教育部正咧进行10年一变的特殊教育法大修法。不过，专教总认为讲，教育部根本都无采纳现场教师的意见。在教育部整个提出特教法这样的一个修法之前，请在内部再做一个沟通，接纳现场的一个意见，让整个特教法的一个修法更臻完善。特教老师认为讲，应该都要把这个特教生照特殊需求的分类，来找到符合因需要的资源，并且甲列入去这边的修法，唔是讲照障碍法来甲分，安尼颠倒有甲人点油做记号的问题。如果以特殊需求来分的话，就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那不一样的需求不代表他特别，或者它不是一个标签的，它就是这个需求。特殊需求的分类才是特教法应该着重的点。这个议题争论了20几年，从20年前在修订特教法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争议。专教总认为讲，教育部已经举办过4遍的公听会，结果公布的草案甲即摆条文差无济，互人感觉真失望。嘛呼吁讲，都要针对特殊生的鉴定评量，应该个爱比较外国的制度，互专职人员来甲做评量，来保障特教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宝级台语的戏剧演员脱线张过身，食到90岁，也毋过嘛是互真侪介意脱线的观众真唔感冒。家属表示脱线有交代，后事简单办得好，唔通伤麻烦别人。因为真爱台东哦，嘛交代子孙时势，就爱继续留伫台东。伫母亲节进前，国宝级的台语艺人脱线，还佫含因囝伫个网络顶悬真拼命咧卖产品。脱线伊讲话还佫真有气力，还佫唱一条歌来做促销。不是个初9的暗时也传出讲伊不幸过身去的消息，网络的迷众拢来甲留话，伊伫个人生舞台来一鞠躬下台，还佫交代讲伊的子孙都爱留伫个台东。他们说他从最早的台语片、黑白电影。唱片、农地秀、餐厅秀，做到现在网络直播，大家还对他很关心、很支持。脱线本名陈炳南，伊食到90岁。早期伊演出真侪台语的喜剧电影，还有电视剧。伊的喜感造型，还有心色开的演技，受到观众的欢迎。伫个30年前，伊迈出演艺界去台东来开养鸡场，伊创立特殊的品牌，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管是演员的身份，也是幕场的主人，脱线总是互大家真快乐。即摆已经开卡去，互大家对伊真笑脸。不错啊，他人很开朗啊，时常会帮助别人，是一个真的很好的老人家。脱线老年的时阵，因为常常破病走去病院，伫在生时阵就特别交代家属，讲伊后事一切拢简单料理，无要发提声，嘛无要公祭，火化了后，佮待伫个伊上介介意的台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文化部伫农会栽培林间国宝的接班人哦，互艺术牵土地啊，传承功夫。伫宜兰的团结中心哦，嘛拢互艺术有机会来公开演出。有歌戏、布袋戏、北管哦，各原住民的口片碟嘛拢有演出，会当欣赏。我大蜜土高片。文化部看重传统艺术珍贵，甲艺术列作是人间国宝了后，也培训土地仔来做接班人。这寡艺生结业了后，团结中心提供艺生演出磨练机会。表演团队有歌戏、布袋戏、北管音乐、原住民谣、说唱技术、原住民的口片碟等等。到目前为止，已经演出6年了。31名结业艺生来拼场，演出超过2200场，20万人次的观众来遮欣赏，而且透过主持人小介，互游客变作是内行人。那以宜兰传艺园区为据点，建立一个展演的平台。那透过以演代训，让已经结业的这些接班人能够去精进他们的这个表演艺能。那对一般游客来说呢，有机会可以进到剧场来去欣赏传承自国宝艺师的这些精彩的传统表演艺术。好，那我们会透过主持人的一个导言介绍，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传统表演艺术的内涵。艺生除了修行在个人继续伫咧表演艺术顶根以外，也有人登去家己故乡拍拼推广艺术，甚至有人入去校园做文化传承。
结业了后嘛，转去中华拍拼，嘛是今年得到咱中华县的杰出演艺团队安尼。阮着师傅、陈秀老师学习做主演以外。 即马嘛伫咧学校咧传教咱的传统布袋戏。来到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唔但风景水，伫表演场所也有文化部所认证的表演团队，通好欣赏到台湾的传统艺术。一撮旅程，心情放轻松，感受到满满的台湾味。团结中心接班人，好市文化来团进哪里？记者陈家豪宜兰报道。 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 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